来来呀，你我像个蟑螂子无法无天个噻！我毛在那边杀虫子，等得些喷喷。你自家门子有事啊！你看呢，蟑螂侪从个地板缝里向钻出来，这是你装修辰光用个么子，推荐买个嘴巴鸟啊！这还个么子也滑的。我准备毛少年纪才退了钱了，哎那样子呢，蟑螂侪爬不出来你弄的那改刀子都得还了。兔子几片挖脱个，你偷啥子呢？改刀子比少年纪太贵，把你个屁股来到拼多多毛过个。拼多多个发达该，你谁家斗鸡还有家蟑螂钻出来？那么238平方米，一脚改刀子架，一点点缝得起来。有缝的推脱，没缝的不推，你挖记得嘞？那个地浪向推子改刀子上来鱼子水，你非挖得更多个？哎，这更多你家里向没本事。不会得太快少年纪退啊，搿么是解决问题是吧？少年纪退那个事啊！讲来讲去，谁说不得两个空房兄？现在选出去毛少年纪退，再不毛，蟑螂也爬在上浪在。钱是真个钱的，一路过风雨记载。吃风筝斗牛米，送鸡蛋礼呀！哎，我说你是哪来吃米馆？哪分多少代价？从今朝开始的，你们还当我画个例子哇？我寻有回转去，今朝再来个。不管去不能发育，亏脱着哇！再吃油啊！这个出动来的，那个没办法，来得早不是来得切。退休工资3600，还记纠结着哇！小李姐姐，来今朝单子还爱吃米家，后头我有不少人来等位置嘞。你再不是个么子，哼！